4月4號有篇報道出嚟 Goldman Sachs 就講話，雖然而家3月份嗰啲黃金咧受打擊比較大，但係咧佢哋覺得今年年底咧都會去到5400嘅。咁究竟咩原因呢？佢哋講咗3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各國央行咧會繼續買黃金。咁你可能話前一期唔係有啲報道話有啲國家嘅央行已經係賣緊黃金嘅，佢哋亦都係解釋咧就係話呢啲央行賣黃金咧係因為而家嘅政治動盪同佢哋需要套現，佢哋國家經濟需要啲現金流動，所以呢啲係暫時性嘅。長遠嚟講咧，佢哋都會繼續會買翻嘅。第二咧，佢哋覺得全球去美元化咧會繼續嘅。經過朗哥呢個問題解決之後，佢哋覺得全球去美元化更加會積極啲。第三咧，就央行會繼續減息，因為而家朗哥個問題之後令到好多國家都會經濟低迷，所以佢哋預測咧各個央行都可能會減息咧嚟振翻起個經濟嘅。但係咧佢哋都講唔排除短期時間內黃金一樣係受到打擊嘅，但係佢哋睇年底呢個價錢係5400。嗱，佢呢個價錢咧就係比其他嘅投行研報就已經係叫偏低㗎啦。UBS 咧就估係6200，Deutsche Bank 咧係6000，JP Morgan 咧係6300。呢啲資料俾大家參考一下。